Hello，你好，我係 Ernest，係 Financial Partners 嘅大中華區董事。咁今日恒生指數收報18,629點，就升咗250點嘅。而國企指數收報10,133，亦都升咗188點。整體嚟講咧，今個星期咧恒生指數咧就升咗1.9%，而國企指數升多啲，升咗2.7%嘅。咁臨尾期指收都係差唔多啦，18,590點，低水少少嘅啫。不過今日成交十分之細嚇，仲要低過呢300億，得嗰個280億度嘅啫。咁今日裏邊嚟講咧，你記得到一啲嘅股份，譬如好似中國人壽啦嚇，都收到19個2毫8，升咗3.5%。咁至於一啲嘅內房股，早2個星期我都講話唔好話睇得太差，因為基本上嚟講都算係幾平嘅而家股價。譬如好似恒大地產，今日都升多過4.7%，收報3個3毫6。咁亦都有啲煤炭股，好似兗州煤，今日亦都即係升咗6.6%咁多啦嚇。整體今日嚟講，國內嗰個嘅股市都做翻好少少嘅嚇。報一報先，滬深300指數咧今日收報2,359點嘅，咁就上證指數又收報2,204點。整體嚟講咧，滬深300指數今個星期都係跌咗少少，跌1.3%，而上證指數今個星期又跌0.9% 嘅啫。不過兩個指數今日都係升嘅。咁其實你記得到啦，上證嗰個指數啦，尋日就最低見過呢個2,149點啦。咁都係真係呢幾年裏嚟講個低位嚟㗎嚇。咁見得到今早已經開始回穩翻上翻2,200點樓上㗎嚇。咁整體嚟講，因為上證同埋滬深嗰邊嗰個預期嘅市盈率咧，都係即係好多年嘅低位啦嚇。咁我相信最近亦都係，譬如你記得到人民幣嗰個匯價，亦都係比較穩定翻，甚至乎咧亦都創翻新高添啦嚇。咁我相信即係譬如中央經濟會議，亦都其中一樣嘢，大家都應該好留意就係話，其實我相信嚟緊2012年咧，國內都會咧即係大力咁促進呢個嘅內部嗰個嘅消費。咁見得到最主要嚟講啦，歐洲嗰方面嚟講嗰個經濟問題咧，咁我相信穩住個出口已經好好。咁所以咧，未來大家即係如果譬如話去睇一啲嘅股份咧，我相信仍然都係即係睇翻一啲嘅內需股為主啦嚇。咁至於譬如講翻歐洲嗰方面咧，因為而家個息得嗰1厘咁低咧，咁嗰個流動性好似係好翻咗少少嘅，但係大家仍然都係留意嚟緊啦嚇。大家都知道即係好多問題，譬如好似意大利嘅國債嗰啲啦嚇，會陸續有啲嘅消息，令到嗰個嘅市況都有啲不穩。始終嚟講，即係長線歐洲嗰個經濟咧，其實就唔同美國嘅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嗰邊由即係10幾個國家組成，大家利益不同。咁你話一齊即係重新做一件事就會比較難啲啦嚇。咁至於最近美國嗰方面裏邊嚟講咧，你記得到嗰個10年國債同埋即係嗰個嘅股價相對嚟講咧，都即係根據過往嘅經驗嚟講咧，其實都去到一個幾極端嘅情況嚇。咁你見得到最近嗰個美股都做翻好少少，咁嗰個新屋動工嗰啲嘅數字都唔錯嘅。咁我估計嚟緊幾個月美國嗰個嘅市都可能會做得即係幾唔錯。不過如果講翻下個星期，因為始終接近嗰個年尾啦，咁我相信維持翻我之前嗰2個禮拜嗰個預測都係大約17,800至19,000樓下徘徊為主嘅。